但国内疫情犹原伫咧拖，物流的配送运量是增加袂少。不过，要为着防疫，国内正出名的电商平台，针对着湘北疫情较严重的地点，已经停止到人客处理按冷气、按冰箱的服务啊。疫情继续拖烧，国内电商公司甲物流的运量增加袂少。不过，即马国内有知名的电商网站已经打出广告，针对网架、邦桥、中和、永和甲泸州，为着防疫，拢暂停到厝到冰箱甲冷气这个大型家电的服务。现在全台其实都是有确诊的足迹嘛，所以他们都会问安装的用户他们家现在的状况，再决定要不要去安装。PC 方表示，到厝服务的区域会看疫情的变化，随时来做修正。不过强调，全台湾各地区的配送服务拢照常，包括湘北各地区甲病院的配送出货无分区也无停困。不过，某国务网是暂停全台湾病院4口认证的配送，针对网架、邦桥甲中和一寡地区也暂停大型家电到厝服务。有一寡家电业者也有部分地区无配送。哎呀，免讲到一定讲到爱人送啊啥，迄都因好啊，大型的都因后壁就好啊啦。例如说，我们现在到客人家的时候，我们大概是几度，我们先显示先给他看，然后我们再对客人。我们也是赚这个夏天。如果真的如果不幸，如果真的确诊的话，可能这个夏天就拜拜了。即阵当是装冷气的大季，毋过当着疫情，倒冷气的师傅讲，有风险的主体甲社区愈来愈多，则拢会延后服务。毕竟物流甲技术的人力有限，疫情的非常时期，只会当先保护家己，才通保护别人。记者阿明、金玲、玉凯台北报道。